被濕疹困擾10幾年嘅陳先生，準備文憑試嘅時候壓力過大，導致濕疹發病，全身受感染，皮膚乾裂，四肢甚至唔能夠舒展，起居飲食需要依賴家人，全家飽受心理折磨。我試過喺同屋企人食飯，傾緊偈，講緊病情嘅嘢，我承認我發脾氣先嘅，之後我屋企人又向翻我發脾氣，之後大家全家人食緊飯嘅時候喺度喊。唔單止病人哋係好大壓力，但同一時間你屋企人佢要照顧你嘅飲食起居，佢要幫你買藥，佢都有經濟壓力㗎。有關注組織話，患者普遍對治療缺乏認識。佢哋訪問咗229名患者，中度至嚴重濕疹患者之中，7成曾花費大量金錢光顧冇醫學實證嘅療法，例如用麥皮水浸浴、搽油等偏方。當中近50%反映因此延誤有效治療，令病情加劇。另外有7成患者需時1年或以上尋找適合嘅醫治方法，當中更有2成6人需時10年以上。專科醫生建議患者應及早尋求專科諮詢，評估係咪適合轉用生物製劑等新型治療。而家咧香港有生物製劑啦、口服 JAK 抑制劑係我哋目前有得用嘅精準治療。佢哋可以咧淨係抑壓頭先我提過嘅因子，而唔影響整體免疫系統。因為傳統嘅藥類固醇啊、口服抑制劑，我哋會擔心佢大包圍，佢影響埋啲內臟啊、肝腎功能啊，呢啲都會受影響。但係咧精準治療咧就唔影響其他嘅免疫系統功能，因為而家生物製劑最細個去到6個月大嘅 BB 都可以用，其實可以減低到佢哋發生呢啲其他嘅併發症同埋其他異型炎症嘅機會。醫生亦建議中度至嚴重患者及早採取精準治療，比起嘗試唔同嘅治療方法，或者會花費更少金錢同時間。廣播新聞網記者譚英姿報導。